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18日按 CC 東網。大埔宏福苑上月嘅5級大火造成嚴重傷亡，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跨年倒數取消煙花匯演。旅遊發展局表示，跨年倒數活動將會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代替維港煙花匯演。另外，市民關心嘅通關安排，港府指正在同深圳市政府商討延長除夕嘅關口服務時間，已經按程序要求上報審批，詳情會盡快公佈。而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落馬洲皇崗口岸喺除夕夜會如常24小時通車。政府昨日指喺除夕同埋元旦假期期間有一系列活動舉行，元旦日起一連3日亦都係內地假期，預計該段期間訪港旅客會明顯增加。不過今年嘅跨年倒數會取消煙花匯演。旅發局話倒數活動將會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代替維港煙花匯演。活動安排同埋詳情會稍後公佈。而公共交通方面，港鐵會配合羅湖口岸嘅服務安排，相應延長東鐵線來往港鐵羅湖站嘅服務時間。而港鐵大部分鐵路線會喺除夕夜通宵服務。另外，港鐵上水站同埋新田黃巴站之間會設有巴士路線，方便東鐵線旅客喺前往羅湖嘅服務完咗之後，可以利用落馬洲皇崗口岸過境。因應除夕同埋元旦假期期間到訪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嘅旅客數量可能會明顯增加，當局調派人員喺旅客抵達同埋離開嘅高峰時段，會喺北潭涌、萬宜路同埋東壩嘅策略性位置進行交通管制同埋人流管理。為照顧往來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嘅乘客需求，運輸署已經同專線小巴營辦商協調，因應乘客量增加第9A 號線，即係來往北潭涌同埋萬宜水庫東壩嘅小巴班次。